因為今年車攏無落雨，南投各地頭的麻兒仔攏無發，其中德山減產61%，鹿谷減少66%。農業部正式來公告，南投縣麻兒仔的損害已經達到標準，將啟動現金救助。農民摕豬頭佇咧頂哪裡找得筍，受到今年雨水少的影響，南投各地的麻兒仔發袂出來，其中德山減61%，鹿谷鄉是減袂7成。這陣有落雨，但是咧，過來已經是收慢去啊。伊若無佫繼續佫落雨，伊的筍某是漲袂起哩。收成歹，農民面羞並結。南投縣政府和中央單位造訪德山、鹿谷等等主要產區，確認災損已經達到救助標準。縣府農業處提起筍農注意申請的資訊。到4月28號了哈，那開始辦理。如果只要損害達到20%以上，那每1公頃就可以補助41000元。損失若超過20%以上的筍農，要記得去當地的鄉鎮市公所辦理現金救助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